Hello， 依家送你價值60元免費入場券，全港最大型香港家居博覽將於2025年5月29至6月1日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Hall 1舉行。今年大會特別推出樂齡館，產品為年長人士設計，致力於提供安全、舒適及便捷的家居環境。展區將展示多款專為樂齡人士度身打造的家居產品及服務，大力推動銀髮消費。索取入場券方法：寫下2張 Thanks， 然後 WhatsApp 到90623450，就會有專人聯絡你。每號碼只限2張，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。長者卡65歲或以上人士將可以免費入場，咁就可以免費陪同長輩入場啦。鳴謝卓越鋁窗工程有限公司免費送出入場券，將來有需要換鋁窗，又或者收到強制驗窗識做啦，打俾90623450揾張先生。